论饼糕白离婚，看字念字捌几字。明仔载你着量早去菜市仔买润饼皮呢。逐年到清明的前一天，阿母定着会叮咛阿爸。自我捌代志以来，若无食着清明的润饼、五日节的肉粽，就感觉无成咧过节。清明透早，我足兴缀大人去买润饼皮，毋但是因为润饼好食，搁假是意着要看人切润饼皮。看头家手里拿一碗面粉糕，伫白鼎顶画一个圆壳仔形，润饼皮薄利丝的粗皮就出现。饼皮一时仔就熟啊，头家随对小块晓晓的饼糠捏起来，一块润饼皮切好啊。头家的面头前上无有4、5口鼎，为头一鼎切到上尾鼎，搁翻来头前鼎的时，润饼皮拄好熟啊，甲捏起来，顺续切一块新的，就安尼一鼎煞一鼎，一轮煞一轮，时间扎甲拄拄啊好，无烂芳，嘛袂拍算，连面着贴一贴润饼皮啊。有时阵看伊都已经切啊，煞搁甲面粉糕向饼皮补弹一下，原来是要甲上厚的黏一寡转来，也是要甲破壳的加补淡薄啊。伊骹手扭掠，袂输咧表演魔术，我看甲目睭毋甘呢。润饼皮买转来啊，中昼会使到润饼咯。阿母甲要到的料传甲足澎湃，高丽菜、豆菜、猪肉、豆干丝、甲卵皮，拢是主角。啊若土豆腐、好蹄、甲糖粉，遮的配角嘛着甲。主角若硬，配角若散，夹好讲做长图形，上落尾就用酸仔果、韵瓜、淡仔倒酱抹好黏的，安尼就介好势食。我甲小食本钱一到就饱嘟嘟啊，毋过无推第2到，心放伊煞。一到干那到一丝仔卵皮，主角换做糖粉甲土豆腐，阿母拢笑我是好神探店。搬来新竹了后，清明时游园会少量软饼糕，
上网查到菜市仔有咧切卵饼皮，就专工走去买。本地掠做下人客人，春饭要教人排队啊！啥人知去到地，竟然拢免排队。敢讲新竹人无亲民食润饼即号咧？后来发现伫北市仔嘛有一档卖润饼糕的，我三不五时就去交关一交。虽然甲阿母传的要差一开，总是有甲赢无，加减有通过瘾啦。若讲到故乡的滋味，润饼糕定着排有班，伊好亲像是风吹线，甲咱甲故乡牵条条。无论风吹飞去倒位，永远会深闻故乡味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